15億，世界盃最貴嘅球隊誕生啦，佢就係英格蘭。一日一片，直到世界盃開鑼，我係阿麥。單係比寧咸一個已經係1.4億嘅身價啦。球員們身價咁高，新主帥杜曹一上任就嚟個鐵腕大清洗。I'm very confident in the group that we chose. 英格蘭嘅中場科頓同彭馬竟然雙雙被棄用。雖然彭馬近期嘅表現係有啲跌窩，科頓又淪為曼城嘅大後備。不過如果兩個一齊唔用嘅話，其實都真係幾震驚㗎。再震驚啲嘅就係麥佳亞、阿諾特同埋韋特都入選唔到國家隊啊！正所謂有人歡喜有人愁，啱啱贏咗英超冠軍嘅阿仙奴就有4位球員入選國家隊啦。喺入選人選方面，當然要講下沙特神射手狂入32球嘅艾雲東尼，今年都入選啦。不過至於佢能唔能夠同喺歐洲揾食嘅隊友們夾到呢，就要拭目以待啦。今年世界盃，英格蘭由哈利簡尼隊長同埋有咁多位身價咁亮麗嘅球員帶領下，新上任嘅杜曹今屆嘅決定又係咪正確呢？我唔敢亂講啲乜嘢，加油！